當成 musical drama team 級精彩嘅演出，睇得出佢哋每個人都好落力，相信佢哋都好滿意自己嘅表現啊！蘇 Sir，我問你一個問題啊，如果你係擁有哆啦 A 夢嘅隨意門，你會用嚟做咩啊？我會用隨意門翻返去古代。咁咪好似時光機咁樣，可以穿越時空。咁我哋會去邊個時代先？接住落嚟，古典冇咗嘅同學將會帶我哋翻返去1300幾年前嘅大唐盛世。入夜之後，歷史博物館入面原本安靜、唔識得喐嘅唐代小屠肉，會好似有魔法咁樣識得自己喐喎。咦，聽落咁似一套同博物館有關嘅電影情節咁嘅。呢班小一同學亦係小一優才課程入面學習古典舞。係啊，佢哋真係好犀利㗎，短短時間已經跳得有板有眼。雖然佢哋全部都係由零開始，但係佢哋都好認真去模仿屠肉嘅神采同埋靈動嘅舞姿，真係有得意又專業㗎。聽你咁講，我都好想快啲睇下呢班花山小屠肉啊！好啊，我哋依家一齊欣賞小一同學嘅演出。掌聲有請。